来看到台电为6月起算热天的电钱，即款民众烦恼电钱变较贵，能源的问题引起大家注意。台中市市政府撒文山绿光计划发展绿能的能源，要来服务文山的粪扫场到太阳能板，会当讲是规台湾上开发的所在。当年发电量会当提供1620户的用户，另外嘛会当减少碳的排放量。头一届甲卖能源回报金摕来做公益，做伙来减少空气污染的问题。对电视唱歌跳舞，一家人伫客厅享受家庭的幸福。不过这个时阵电表嘛踅甲足紧的。天气开始变热，真侪人拢已经开冷气啊。台电6月1号实行热天的费率，民众烦恼电钱变真贵，唔若呼吁爱省能源，要安怎发电嘛变作真重要的问题。台中市政府就撒文山绿光计划出来，甲本来文山大粪扫场用来种电，摕到3项全国第一，全国太阳能光电板起价上密，19979块太阳能光电板，当年的发电量有610万度，会当提供1620个家庭用的电。第二是大粪扫场减碳减3000吨，全国上济，等于是种30万樟树啊。上尾是头一个透过这款绿能的收入做公益，将一部分卖电碳的钱分予是为银行甲社福团体用。不用再额外的使用能源，然后就可以产生电，感觉就是比较有爱我们自己的环境。我们也积极发展绿色能源来替代传统的燃煤的这种发电，我们也结合了这个娱乐园，把厨余那制作成堆肥的，变成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址。照建立太阳能光电系统，推广绿能甲环保，嘛希望各大粪扫场摕来发电，会当解决能源的问题，嘛会当互空气变甲更加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